我哋今集嘅主角憑一把鉸剪，由普通嘅髮型師達到事業嘅高峰，曾經一朝得志，去到崩潰嘅邊緣，最後從高低起跌中學識放下，浮華過後選擇以一把鉸剪回饋社會。今集我哋就一齊睇下佢嘅故事啦。我嘅人生係娛樂人生咯，上半生俾人娛樂，下半生希望可以娛樂到你啦。我想對我上半生講，對唔住我媽咪，對唔住我爹哋，對唔住我一對仔女。我覺得鉸剪代表以前一啲大俠嘅倚天劍同埋屠龍刀，我希望可以用我一把屠龍刀去鋤強扶弱，等於一把鉸剪可以幫你剪走你嘅煩惱絲。大家好，我係的汪黃家慶，我以前係一個星級髮型師，我而家係一個二剪師。Hello 阿的，你好啊，好開心啦，可以坐低同你傾偈啦。其實我哋都識咗好多年啦，係咪？好多年。想問下你啦，你人生你覺得最高峰嘅時候係幾時咧？同埋係點樣嘅咧？我簽 Beauty Tech 嘅時間，當年 Beauty Tech 我諗你都知道係幾咁厲害噶啦。係。因為 Beauty Tech 係一間好形象嘅學府啦，佢包括自己嘅導師咧，都要 build up 到好似明星咁啦，去到係覺得。即係自己已經去咗天王級咁樣，嗰陣時我都未覺得係好高峰，而家我覺得係好高峰，因為我嗰段時間由香港同國內，我教咗5萬幾6萬個學生，有啲已經係荷里活嘅化妝大師，佢係而家美國一個好出名嘅特技化妝師嚟嘅，咁亦都啲學生咧已經係喺即係喺泰國買咗個島，所以覺得我嗰陣時係一個好高峰，因為我班學生比我更高峰。係青出於藍。阿的咁頭先講到，即係你有一個好勁嘅團隊啦。咁我都記得嘅，你以前有一個即係你自己嘅團隊叫做的 team 啊嘛，係咪啊？的 team 就係我開始翻髮型嘅生涯啦。咁後尾嗰個時間就開始自己接不到戲。咁所以嗰陣時覺得開始要多啲人幫手，我咪組織咗的 team 呢隊嘅。叫做形象化妝咯，即係幫電影嘅梳化服咯。即係或者你嘅感受，你覺得當時自己喺呢一個行頭裏邊，或者呢個娛樂圈，屬於髮型化妝界，你嘅位置，你覺得喺邊度？髮型界嘅劉德華。同埋嗰陣時啲人成日話你哋似樣噶嘛，係嘛？即係你哋形象啊、style，你哋啲即係五官又有啲似啊咁樣。好光榮咯。同埋嗰陣時你係覺得。目中無人，唔係主角我都唔整噶，即係嗰時2、3線我都唔理噶。其實而家做人係覺得你唔應該睇唔起任何一個人，即係包括一個喺街邊掃地或者喺廁所洗地。